迎收睇6點鐘新聞，我係李彤，我係張慧平。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。天文台喺大約20分鐘之前發出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多處橫風橫雨。大批市民趕住返屋企，紅隧巴士站出現等車嘅人龍。北京特大暴雨，多處嘅地區災情仲未減退，京港澳高速公路仍然受阻。詳細嘅新聞內容，天文台喺下晝嘅5點40分發出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，咁本港各區嘅風勢咧係增強咗嘅。係啊，天文台咧話，韋森特下晝增強為颱風，而且靠近本港。下晝6點，韋森特集結喺香港以南大約17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20公里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首先由李卓敏報導颱風最新嘅情況。天文台話，韋森特下晝增強為颱風，各區嘅天氣開始轉壞，風雨越嚟越大，橫風橫雨，開咗遮都冇用。有人連遮都開唔到，全身濕晒。但有遊客仍然冒住風雨喺金紫荊廣場影相。喺西環大浪拍岸，海面亦都湧起白頭浪，能見度都相當低㗎，咁睇出去一片白茫茫，船隻要減速航行。而喺尖沙咀海旁，工人就要加固路邊嘅宣傳品，以防吹走。天文台預測，韋森特深夜開始逐漸接近本港。咁預料咧，佢會喺今晚至聽朝咧，喺香港嘅西南方大約150公里嘅地方咧係掠過㗎。咁而家咧本地嘅風咧就部分地區已經出現強風啦，而喺呢個離岸同埋高地咧係間中出烈風㗎。咁我哋預料咧個風勢會進一步增強。天文台又話，目前本港正吹東北風，有部分地區因為有屏障而冇咁多風，但係稍後時間會轉吹東或者東南風，呢啲地區嘅風勢可能會突然增強，呼籲市民要留意，做好防風措施。亞洲電視記者李卓敏報道。喺強風之下，有大廈嘅招牌鬆脱，警方封鎖現場處理。現場係中環干諾道中交易廣場附近，一個掛喺戶外嘅大廈招牌被吹倒，咁警方封閉往上環方向嘅慢線同埋中線，咁現場嘅交通係受到影響㗎。我哋跟住同喺尖沙咀梁家寶傾下，出面嘅天氣係點啊？係啊，張慧平，咁受到颱風韋森特影響，尖沙咀呢度落起大雨，風勢亦都越嚟越強。唔少市民啦，雖然係帶咗遮，但係全身仍然係俾雨淋濕㗎。咁我哋都同一啲市民傾過，佢哋話公司喺較早前知道天文台可能會發出8號信號，所以都提早咗少少放工。咁市民都話擔心颱風會影響巴士同埋渡輪嘅班次，所以都盡早趕翻屋企。咁天文台就話啦，颱風韋森特咧係越嚟越接近本港，咁預料去到星期3都會有狂風大雨，咁呼籲市民喺出門口嘅時候都要小心。咁喺呢度報道咁多，將時間交翻俾張慧平。唔該晒。受到風暴影響，海上交通陸續停航，市民趕住翻屋企，多處交通要道出現人龍。張玲報導。喺紅隧巴士站出現長長嘅人龍，呢度嘅陣風有時都幾大。市民趕住搭車返屋企，紅磡海底隧道好擠塞，九龍入口嘅行車都非常緩慢。突然間多人搭車嘛，咁驚啲車配合唔到啫，都冇乜大問題嘅我估。我話本來有個活動係去到5點半嘅，都5點鐘就放咗我哋出嚟啦。擔唔擔心返唔到屋企啊？唔擔心嘅，我諗好多人都等緊巴士喺度。喺新蒲崗亦都有唔少嘅市民趕返屋企。喺風雨中截的士都有啲難度。港鐵表示，列車服務會維持正常，並且喺放工嘅時間加強班次，乘客唔使湧到車站趕乘列車，避免車站過分擠迫。而喺打風期間，海上交通就最受影響。港九小輪來往中環同榕樹灣、索罟灣同埋坪洲嘅尾班船，將會陸續喺晚上7點到8點開出。新渡輪本地航線、中環同長洲、梅窩等嘅航線，傍晚陸續停航。
中環往愉景灣尾班船夜晚7點半開出，而愉景灣尾班船就會喺夜晚7點開出。尖沙咀來往中環以及灣仔嘅天星小輪服務將會喺夜晚7點停航。亞洲電視記者張玲報導。咁記者梁素婷呢就喺紅磡海隧入口㗎。梁素婷啊，唔少打工仔呢都趕住翻屋企啊，車站嘅秩序點呢？你同我而家喺理工大學出邊啦，咁唔少市民啦，陸陸續續放工啦，去趕車翻屋企㗎啦。咁紅隧出邊嘅巴士站啦，都出現人龍，咁人龍啦，仲上埋橋入咗紅磡站㗎。咁秩序大致上都良好。咁喺交通方面啊，經紅隧過海嘅車輛啦，都非常之多㗎，車龍啦都已經過咗理工大學㗎啦，交通都非常之擠塞。咁城巴、新巴就話啦，日間路線啦會維持正常。咁而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啦就會密切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情況，有需要咧會作出協調。咁運輸署咧都呼籲的士司機啦喺颱風期間啦唔好額外收費啦。咁我喺度報道係咁多，將時間交翻俾你啊，李彤。唔該晒各位喺出邊嘅同事。而內地嘅氣象部門就預計，韋森特最快今晚喺廣東至到海南嘅沿海登陸。颱風逼近海南省沿海都翻起大浪，風力係增強，烏雲密佈。漁船就回港避風，瓊州海峽全線停航。內地嘅氣象部門就預測，韋森特可能喺今晚至到聽日下晝喺廣東台山至到海南文昌一帶登陸。目前廣東省大部分地區有雷雨天氣，廣西嘅南部地區預料會落大暴雨㗎。另外，北京經歷61年嚟嘅特大暴雨，官方話造成37人死亡，190萬人受災。當局繼續救災同善後，多處地區災情未退，包括受影響最嚴重嘅房山區同京港澳高速公路。首先由周善婷講下房山區同京港澳高速公路嘅災情。北京警方尋日喺直升機拍攝災情。京港澳高速公路接近1公里嘅路段嚴重積水，好似河流咁，要封閉搶修。多架車被水浸咗，救援員要潛水搜索，證實車入邊冇人被困。多個部門合作，出動10幾架消防車、排水車，救援人員坐橡皮艇到場，加緊喺高速公路疏導積水，每小時可以抽走1萬立方米嘅積水，希望京港澳高速公路盡快恢復通車。由高空俯瞰，受災最嚴重嘅房山區，一啲廠房浸到淨係見到頂部，貨車困喺低洼地區，養豬場損失慘重，原本清澈嘅河流變得渾濁同埋湍急。而暴雨當日，房山區多處山洪暴發，當局出動超過300名救護員救災。但係交通中斷，阻礙消防車入區，消防員要拉住繩，一個跟一個間水入去救人。其中一所少年軍校有超過400名師生被困，宿舍走廊都布滿積水，消防員先將師生帶到2樓，再抽走積水，經過1晚先至安全疏散所有人。另外，洪水亦都湧入燕山區一個村莊，水位最高到胸口，多人被困。原本放假嘅派出所所長李方雄即刻帶同事趕到救援。孭住細路嘅李方雄同同事先後救出63名村民，但係去到上游搜索嗰陣，李方雄觸及跌落水入邊嘅電線被電死。我是一直在這兒，在這院子裏邊躲着，看着那個所長吊着那個線這麼站着，我就是喊救命救命，我就喊大聲了。後來我就打116，這個快來人吧，我說有人觸電了。李方雄殉職之後，村民為佢設靈悼念。北京禮拜6嘅特大暴雨，降雨量係61年嚟最大，多處道路、大橋損毀，房屋倒塌，幾百架車損壞，幾萬畝農田被淹沒，經濟損失近8億人民幣。民政部確認37人喺暴雨入邊死亡，190萬人受災。國家減災委、民政部啟動4級救災措施協助災民。亞洲電視記者周善婷報道。房山區係今次北京暴雨嘅重災區，有山區嘅居民平房被泥石流沖毀，災民就希望政府協助重建或者係遷徙到其他地方嘅。駐北京記者施樂秋去睇過。
喺房山區周口店呢條村，一入村就滿目瘡痍，電線桿都被沖斷，河嘅兩邊都積滿沖上嚟嘅垃圾，有民房嘅牆被泥石流沖冧，幾百米長嘅車路變成泥路。村民憶述起水浸嘅時候，水位可以蓋過一個人。水在這兒的時候，我們還準備自己自救，後來不行了，我們就沒辦法，直接我們就全都上房了，看着那水就這麼深。村入面嘅地勢比較低嘅地方，災情最嚴重，幾十戶民房都被沖毀，床鋪、衣櫃、衫褲鞋襪等等都黐滿泥土。佢哋話見到家園毀於一旦，好無奈。回來就這樣的，你感覺怎麼樣？哪還有感覺？還有什麼感覺？這心酸的。哎呀，什麼都沒有了。呢個伯伯擔心過2日再落大雨，屋企會再次被泥土淹沒，不斷清理屋企入面嘅淤泥。佢嘅仔揾咗大半日先至揾到最珍惜嘅大學畢業證書，但已經睇唔清楚。佢話而家已經唔知可以搬去邊度。肯定已經住不了了，因為房現在已經全部都裂了。你看我所有的家都水都已經屋了的水都已經到了我胸部了。成間屋都一片泥濘，唔少物品都俾泥土淹沒咗，好似係呢一隻鞋咁，上面嘅泥跡，相信短時間都未必可以洗乾淨。咁居民相信可以喺屋企入邊拎走嘅，都只係得幾件衫褲。附近嘅幾十個煤礦工人自發嚟幫村民善後，村民希望當局可以幫佢哋重建或者搬到其他地方。亞洲電視駐北京記者施樂輯報道。北京今次歷嚟最嚴重嘅水災，暴露咗市內排水系統有嚴重嘅問題。由胡燕穎講下。1年前，同樣突如其來嘅暴雨，水浸京城。呢一個情景歷歷在目。1年過去又遭逢水災，反映北京排水系統並冇大嘅改善，排水能力仍然處於低水平。目前北京排水系統係按照1年到3年一遇降雨嘅標準設計，即係能夠適應每小時36毫米至到45毫米降雨。今次61年一遇嘅大暴雨，排水系統根本就不勝負荷。系統無法應付幾十年一遇嘅大雨，主要原因係系統老化。水渠蓋下面嘅排水管網，最早嘅竟然仲靠明代嘅設施。水管淤塞嘅情況亦都嚴重，洪水就好似泉湧咁倒灌出嚟。但係更新排水系統就困難重重，大量地下空間被現代化發展更加需要嘅電力、電信同埋地鐵等等嘅設施所佔用。喺審批城市重建項目嘅時候，又冇一併考慮排水系統，防洪系統嘅發展一直落後。呢一個位於東京地下50米深嘅空間，睇嚟宏偉莊嚴，就好似一座宮殿咁，人走過就顯得格外渺小，就知道呢一度係幾咁宏偉。其實呢一度係堪稱世上最先進嘅下水道系統。呢一座巨型水槽由59支巨大嘅水泥柱支撐，儲水量可以達到67萬立方米。排水隧道全長超過6公里，高度相當於22層樓高。日本用咗14年時間喺2006年建成呢一個排水系統。當東京遇上大洪水嘅時候，就係靠呢一啲地下嘅巨型空間發揮調節洪水嘅功能。有專家話，北京移借嘅外國嘅經驗，發展一套現代化嘅防洪系統，先至能夠同北京國際城市嘅身份匹配。亞洲電視記者胡燕穎報道。除咗北京受到近期大暴雨嘅影響，長江嘅水量大增，三峽聽晚將會出現今年入汛以嚟最大嘅洪峰。另外，陝西同埋四川等都受到大暴雨嘅影響。何子豪報道。喺陝西嘅虎谷縣，湍急嘅洪水令街道變成澤國，沖毀汽車。全縣廣泛地區嘅降雨量達到110毫米，20個鎮受災，5人失蹤。而喺四川瀘州，大雨令到長江嘅水位暴漲至超越警戒線接近3米，沿岸嘅街道全部被水淹浸。呢間茶樓就浸喺水入邊，街燈只係露出頂部，洪水又湧入店鋪。長江上游嘅水量激增，防汛部門預測最大嘅洪峰聽晚就會到達三峽大壩，規模相當大。亞洲電視記者何子豪報導。翻嚟會報導，市場再次擔心歐債危機惡化，港股急跌近600點。
有研究發現，本港整體生活質素下降，特別係住屋問題，政府必須要正視。翻嚟新聞時間，歐債危機再度升溫，拖累港股一度跌穿19000點，收市就下跌咗近600點，跌幅近3%，咁係亞太區股市中表現最差㗎。麥永報導。西班牙借貸成本升至新高，歐債危機再度惡化，拖累環球股市。港股低開300幾點之後，跌幅擴大，午後最多急瀉超過600點，收市跌幅略為收窄，報19053點，跌587點，下挫接近3%，係超過2個月以嚟最大嘅單日跌幅。跌市之下，成交大約509億。有市場人士話，恒指一次過跌穿10天、20天同50天平均線，反映市場彌漫擔憂情緒。如果跌穿咗19000點咧，從個技術上去睇咧，個支持位要褪翻落去咧18500嘅。咁會唔會試到落呢個水平咧？我諗要視乎翻咧，譬如話歐債嗰邊啦，究竟嚟緊嗰個情況點啦？藍籌股幾乎全線向下，當中金融類股份跌幅顯著，匯控下跌超過半成，跌到63蚊附近。渣打集團跌超過3%。內銀股有沽壓，跌幅介乎2%至3%。內地保險股亦都被拋售，中國人壽跌超過4%。市場擔憂歐債危機打擊出口，航運股中海集運以及發盈警嘅招商局國際雙雙下跌超過半成。亞洲電視記者莫永報導。歐債危機喺過去2年嚟對全球經濟造成衝擊，亦都影響內地同本港出口商嘅生意，連帶航運業亦都係受到拖累。究竟情況有幾嚴重呢？由陳啟樂報導。近期本港多間上市公司接連發盈利警告，包括對經濟週期比較敏感嘅航運業。當中招商局國際預料上半年嘅盈利倒退最多75%，太平洋航運同埋中海發展更加預料上半年會由盈轉虧。其中中海發展就解釋虧損係因為國內外航運市場需求不足，運費持續下跌，加上燃油成本高企，營運更加困難。面對歐美經濟持續疲弱，出口生意減少，有港商就指出，生產各類產品嘅本港廠商訂單普遍減少1至3成，部分更加係被迫結業，對航運服務嘅需求自然減少。突然間減少嘅時間呢，你出貨量就一定係少咗，少咗嘅時間呢，相對嗰啲即係供應鏈或者你嘅相關行業，你嗰啲服務出口商嘅行業嚟講呢，都會受影響，包括嚟講你嘅航運業或者你嘅運輸業呢，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啦。所以我哋覺得，如果係出口嘅情況係持續係疲弱嘅呢，就航運同埋運輸業呢，佢哋嘅經營呢，亦都有一定嘅難度噶啦。有經濟師更加相信，歐美經濟難以擺脫衰退，本港出口同埋航運業最艱苦嘅時期仲未來臨。因為全球即係唔似得之前嘅衰退咁樣，之前衰退咧都仲有彈藥，有息減啊，可以寬鬆啊。咁你而家都做突晒啦嘛，連財政政策都做到都冇得做啦嘛。咁變咗全球，尤其是歐美啦，即係買方啦，佢哋冇晒彈藥啦，財政政策、貨幣政策嘅彈藥都用晒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好難去刺激嗰個經濟，即係變咗嗰個衰退咧係好難話縮短咯。劉家聰預料歐債危機會持續多1至3年嘅時間，加上內地現時集中刺激內需，減少對出口嘅依賴，將會令到本港嘅航運業雪上加霜。亞洲電視記者陳啟立報導。中文大學嘅研究發現，市民嘅生活質素下降，負擔物業嘅能力大幅下跌，租金嘅壓力就上升。咁學者話係警號，政府要正視㗎。高水業報導。人人都想安居樂業，但唔少人話喺香港有個安樂窩一啲都唔容易。而家樓價好貴啦，跟住我哋儲首期都好辛苦。中文大學透過分析數據同訪問市民等，計算出整體生活質素指數下跌至到102.56，即係生活質素差過前年。三大指數入邊，社會同埋經濟指數都下降，只係環境指數有上升。而反映市民負擔物業能力嘅負擔能力比率以及實質租金指數，亦都係歷年最低，顯示市民負擔物業能力大跌，租客就面對沉重租金負擔。市民對政府滿意度嘅指數亦都跌至到5.62，僅高於發生沙士嘅2003年。學者話數據係警號。
咁我相信已經唔係一般即係小市民可以負擔。咁我所以覺得呢個係即係個警號嚟啦，即係香港而家嘅樓價係即係相當之高，亦都脫離咗一般市民嗰個負擔能力。學者話政府必須回應市民嘅訴求，否則市民嘅不滿會更多。亞洲電視記者高祖兒報導。海南省三沙市舉行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，選出首任人大常委會主任同首任嘅市長。姚潤發報導。三沙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喺西沙永興島開幕，並由西沙、南沙同中沙3個代表團45位嘅人大代表表決，選出胡壯為三沙市人大常委會首任主任，肖傑為三沙市首任市長，同張堅、張軍、馮文海3人為副市長，羅毅光為三沙市人民法院院長，陳雅春為三沙市人民檢察院院長。三沙市係中國最南端嘅城市，負責管轄西沙、中沙同南沙群島嘅島礁同海域，而永興島係當中最大嘅島嶼，面積大約有2.1平方公里，有郵局、超市同氣象局等等嘅基本生活設施。中央軍委批准喺永興島組建解放軍三沙市警備區，負責三沙市嘅國防動員同負責城市警備任務。有專家話，軍隊組織只會喺中國重要嘅城市同戰略要地成立。而組建三沙市警備區能夠提升國防、綜合防衛以及聯合作戰能力，有助鎮守南疆、維護主權。亞洲電視記者姚潤發報導。陣間翻嚟會報導，書展接近尾聲，書商把握最後機會減價促銷價。美軍魚鷹式運輸機抵達日本山口縣，引起民眾抗議。繼續新聞時間，喺1年1度嘅香港書展呢，聽日就閉幕㗎啦。但係受到天文台發出8號熱帶氣旋影響，書展喺4點幾停止售票。但係唔少書迷呢係去到場外先至知道呢個消息。有書商批評主辦單位安排混亂，嚴重影響生意。李靜茹報導。原定喺夜晚10點閂門，但大會喺4點幾已經宣布書展只會開放至5點45分，並且喺會展外截龍。書迷即使可以入場，亦都只係剩返個幾小時。當天文台宣布將會喺6點左右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，咁書展就即時截龍並且停止售票。天文台都未掛波，你提早2個鐘頭已經宣布唔賣飛，唔俾人入場。另外就係好多群眾喺度鼓噪要關管呢，咁其實就已經冇咗幾個小時嘅營業額咯。書展已經接近尾聲，各個書商把握最後機會舉辦研討會，同書迷分享讀書心得，以及推出唔同嘅優惠減價促銷，吸引市民買啲嗰啲練習啊或者漫畫咯。即係暫時都已經買咗㗎啦，係咪啊？而家準備去買。準備去買，諗住使幾多錢啊？ 500幾啩。主辦機構話，因為天氣影響而未能使用嘅入場券，可以喺剩返嘅展期使用，亦都可以喺書展結束之後退票。亞洲電視記者李靜茹報導。我哋再睇返風暴消息，天文台發出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。記者李靜茹依家就喺中環碼頭嗰度㗎，渡輪服務係咪受到影響呢？係啊，李同亞受到惡劣天氣影響啦，多條嘅渡輪服務咧都係受到影響，同埋會陸續停駛㗎。嗱，而家喺中環碼頭呢一度咧，已經有唔少市民咧放咗工之後咧嚟到呢度趕搭尾班船㗎。嗱，至於喺機場方面呢，亦都有多個嘅航班咧係受到天氣影響㗎。嗱，機管局就話，截至6點為止咧，已經有61班嘅離境同抵港嘅航班咧係受到延誤，亦都有1班嘅離港嘅航班咧係要取消㗎。咁機管局咧就呼籲市民去到機場之前呢，最好就係打個電話俾航空公司查詢一下天氣同埋安排啦。嗱，我哋會繼續喺度跟進住風暴嘅消息㗎。先將時間交翻俾張慧平。唔該晒出面咁多位同事。另外，澳門氣象台亦都宣布將會喺7點改掛8號風球，呼籲市民要做好防風措施。睇睇其他嘅新聞，千幾個家長同埋社會人士喺報章刊登聯署聲明，要求教育局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。教育局就重申課程唔係洗腦教育。金玲彤報道。過千名家長同埋社會人士喺3份報章刊登聯署聲明，反對教育局新學年喺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。又批評政府資助出版嘅國民教育手冊以偏概全、顛倒是非。
刊登聯署聲明嘅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話，多次要求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見面，但係對方遲遲都未回覆。學生出咗嚟啦，家長出咗嚟啦，教師出咗嚟啦，而家連辦學團體都出埋嚟啦。而政府如果仲要一意孤行呢，我覺得佢自己陷於呢個與民為敵咯。我好大程度相信呢一個係政治任務。出版國情專題手冊嘅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同教育局嘅合約6月底已經屆滿，咁教育局話局方已經暫停提供資助，正係檢視贊助國民教育中心嘅模式，並冇作出續約嘅承諾。教育局再三強調，學校喺授課嘅時候唔使迴避爭議性嘅課題。即係家長係咪可以即係俾到時間呢？俾我哋同學校同教團一齊合作呢？咁多個人都參與到嘅課程一齊去做呢？佢斷唔會係一個洗腦課程嚟嘅。張國華話：政府舊年已經就課程做大型嘅諮詢，推行過程唔倉促。亞洲電視記者金玲彤報導。我哋尋日報道過，關愛基金舊年開始資助合資格嘅學生到境外遊學。咁自從推出計劃之後，旅行社就紛紛推出為清貧學生而設嘅關愛團，迎合市場嘅需求。對於呢一種新嘅旅遊產品，旅遊業界無論喺籌備行程同埋同學校嘅協調咧，都花咗唔少嘅功夫。梁素婷講下。遊學團並非豪華團，團費唔能夠過高，旅行社都想盡辦法控制成本，利潤低，但業界都唔介意。業界自己咧都好樂意咧去發掘呢啲咁嘅行程出嚟咧，可以俾我哋啲青少年咧能夠咧去見識廣啲咁多，即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咧，呢樣嘢咧真係有益身心㗎。而家有咗高鐵咧，有啲省外嘅城市咧，我都可以去到啊，長沙啊呢啲地方都去到啦，因為佢哋嘅高鐵嘅費用咧係比飛機嘅費用係平嘅。遊學團啦，唔淨止係玩㗎，仲要學習。旅行社話，有時喺組團嘅時候，或者會有唔同年級學生參加，為咗俾學生有最大得着，佢哋要同校方協商點樣配合唔同程度嘅學生，同跟目的地單位聯絡同籌備。有一啲通識嘅學科啊，譬如去到台灣會體驗一啲環保科技啦，去泰國就係一啲當地嘅文化同埋一啲野外嘅訓練啦。咁而國內嚟講係一啲譬如國情教育啊、當地嘅文化以至普通話嘅課程啊都有嘅。有關愛基金嘅委員就話，3000蚊嘅資助的確就唔夠俾遊學嘅費用，但強調資助原意係增加清貧學生出外遊學機會，而呢個目的已經達到。教育局回覆就話，本年度全港一共有810間學校申請咗關愛基金首年度嘅境外學習活動資助，預計8月開始向學校發放撥款，有需要嘅時候會檢討。亞洲電視記者梁素婷報導。沙頭角公路有4車相撞，18個人受傷。李思文報導。有傷勢較重嘅傷者戴上頸箍送上救護車。有傷者嘅頭部同頸部受傷，救護人員即場為佢治理。輕傷嘅就自行上救護車。其中2架涉及意外嘅小巴，前面呢一架車頭玻璃碎裂，後面呢一架車頭亦都撞到凹陷。呢2架小巴早上近8點，同一架垃圾車同埋一架私家車沿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行駛。駛到去近瑞雲路嘅時候，私家車切線撞到垃圾車，尾隨2架小巴收掣唔及，撞咗上去。18名傷者都係2架小巴上嘅乘客，其中13人送往北區那打素同埋威爾斯醫院治理。亞洲電視記者李思文報道。保釣行動委員會大約10個成員遊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，抗議日本意圖將釣魚島收歸國有。請願人士攞住橫額高叫口號，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樓下抗議。保釣行動委員會話，保釣2號下個禮拜將會出發去釣魚島，希望特區政府解除早前對保釣號嘅出海禁制令，等佢哋出發，同大陸以及台灣嘅保釣人士一齊去釣魚島宣示主權。美軍運載12架新型嘅魚鷹式運輸機，抵達日本山口縣岩國市嘅美軍基地，準備部署喺沖繩美軍基地。由於呢一種運輸機喺試飛期間曾經發生過多次嘅意外，民眾擔心安全問題，發起抗議。何志豪報道。一批日本嘅示威者隔岸喺岩國美軍基地外示威，海上亦有示威者齊聲高叫口號。
要求魚鷹運輸機滾出日本。載住魚鷹式運輸機嘅貨輪清晨到達之後，隨即將12架運輸機卸落基地，稍後就會轉運去到沖繩普天間基地部署，加強日本嘅防衛能力。但係民眾就不滿，質疑呢一種運輸機嘅安全性能。示威者話唔明白點解當局將呢一種有危險性嘅機種運到當地社區，要求立即運走。佢哋反對嘅理由係呢一種垂直升降嘅魚鷹式運輸機 MV-22型，自1991至到2000年進行試飛同埋訓練飛行嘅時候，多次意外墜毀，先後有30人，包括26名海軍陸戰隊嘅成員死亡。不過美國國防部就話喺查出墜機原因之前，魚鷹式運輸機唔會喺日本飛行。魚鷹運輸機嘅飛行速度較現時部署喺日本嘅 CH-46運輸直升機快2倍，飛行範圍可以遠至台灣、菲律賓同埋東海。分析認為有助抗衡軍事強大嘅中國。亞洲電視記者何子豪報導。日本政府公布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最終嘅調查報告，批評東京電力公司應對不力，而前首相菅直人不停咁干預，亦都嚴重延誤事故嘅處理。3.11大地震發生之後一日，前首相菅直人就視察洩漏放射性物質嘅福島第一核電站。雖然佢有心表達關切，但就批評係越幫越忙。政府公布事故最終嘅調查報告，話菅直人視察核電站，加上官邸經常致電事故處理現場，造成混亂，令到員工喺重要問題嘅處理上判斷錯誤。另外，報道亦都批評東電應對不力，話東電長時間中斷向2號同3號機組注水，雖然預測到事態會惡化，但係就冇採取切實有效嘅措施，處理缺乏恰當性。報告又話，核電站反應堆受損部位同爆炸原因等仲未查明，建議中央政府同相關單位繼續調查。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戲院槍擊案，疑犯霍姆斯今日會出庭受審。總統奧巴馬去到當地慰問死者家屬同傷者。奧巴馬到埗之後，隨即去醫院探望其中23個傷者，代表全國向死者家屬以及傷者表達關切。I confess to them that words are always inadequate in these kinds of situations, but that my main task was to serv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tire country and let them know that we are thinking about them at this moment and will continue to think about them each and every day. 佢話自己感同身受，今次唔單止係以總統身份嚟慰問死者家屬以及傷者，佢之後會會見當地官員，承諾徹查事件，等犯案人士繩之於法。丹佛市奧羅拉幾千個民眾參與集會表達哀思，有死難者家屬放紫色氣球悼念逝去嘅親人，有人傷心痛哭。現場有持槍嘅警員戒備。另外，警方亦都喺疑犯佈滿機關嘅屋企拆除幾十個爆炸裝置，又將搜到嘅有害化學品銷毀。至於24歲疑犯霍姆斯被捕之後，唔願意同警方合作，拒絕透露犯案動機，依家仲俾警方單獨囚禁。警方形容佢精心策劃行兇。面對1級謀殺等控罪，霍姆斯將會喺當地時間禮拜1朝早第一次出庭受審。